来看家己布袋的新闻呢，这是县内规模上界大的水面型的供电案场。这届呢，是因为这风台造成40%的损坏，到今其实也未完全清理好势。嘉义县经济发展处表示讲，就是因为这电力、网络信号也有交通拢受到损伤，所以才去影响到供电面板的处理速度。即马当地已经陆续咧复原，也会要求业者赶紧来处理这的面板。 技术人员来到供电场，要了解供电面板歹去的范围甲所在，才有法度安排清除的工作。嘉义县布袋新闻地方伫水面顶的供电板，因为即届风台造成真侪损害。当地里长讲，有看到工程人员来出入，上惊烦恼的也是供电板敢有污染，希望业者会当赶紧来整理。因为太阳能板里面的组成到底是什么，其实地方也不清楚，但是那个数量这么大，拢落落在水里，当然我们这边的民众。 也是加减啊，会烦恼，是毋是对这个环境啊，对这个水质，会加减啊有一个影响安尼？嘉义县政府经济发展处表示，新闻地方地有6位供电场，服务经业者来经营，是县内规模上大的水面式供电场，已经有要求业者来清除，嘛有提供所在，予业者放歹去的面板，暗算5外会当处理完成。太阳光电设置容量大概是95。 那目前估计的损失大概有40%哈。那其实以布袋新闻滞洪池受损最严重的部分，大概有5万片的模组。那其实他们业者现在也积极依照环境部跟经济部的规定，积极在处理当中。嘉义县环保局表示，供电板内底无有毒的物件，袂造成环境污染。落伫区域排水的地方池，嘛袂去影响民众一般生活用水。布袋电工所指出。 地方池范围大，知影可能需要真侪设备甲时间来清除，也是希望业者赶紧来处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